国因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纽约时报报道，北京努力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雄心正日益壮大，让外界人士发声支持便是其中一环。根据政府文件和外籍网红创作者所述，国营新闻媒体和地方政府等筹划并资助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旅行，也曾支付或提议支付费用给这些影片创作者，且时常在 YouTube、脸书等社群平台与数以百万计粉丝分享这些外籍网红的影片，为他们带来流量和知名度。横跨欧亚大陆的区域大国土耳其也正在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第3届土耳其非洲伙伴关系峰会已于12月17日周五开幕，主题是加强伙伴关系，促进发展和繁荣。埃尔多安总统会见身在土耳其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据报道，埃及副外长洛桑大使也出席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3届土非伙伴关系峰会。中国本土确诊病例激增。12月17日，中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5例，其中本土病例89例，包括浙江79例。浙江省疫情防控发布会称，到12月17日下午4时，浙江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例。美国拜登行政当局星期五建议联邦通信委员会许可谷歌和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太平洋海底电缆系统，以应对亚洲日益增长的互联网流量。这一海底光缆系统连接美国、台湾、菲律宾和香港。联合国经济和金融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草案，涉及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戈兰高地叙利亚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对其自然权利的主权权利。据报道，18日下午，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境内的沪渝高速沪渝向转大高速匝道桥发生桥梁侧翻，现场造成3名人员死亡，4人受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办周六通报说，土耳其的拜拉克塔尔攻击无人机已列装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局。通报中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巴洛夫查看了服役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局的拜拉克塔尔无人机。